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30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2024全台湾5月初4伫台中举行，昨传出有选手食物中毒，在学生身体不爽快，2个人住院观察。明仔有黄霜雨季头一阵的方面，下晡开始各地天气都无介稳定。明仔后日恐惊会向落大水雨。国民党的立委去中国访问，才打回顾中国海警今仔宣布金门海峡无禁限制水域，未来福建的海警会常态化巡查。新闻头起先来看2024年全国大专校园运动会5月初4要伫台中的台湾体育运动大学来举行。昨传出讲有选手住伫台中中区的一间饭店，早顿可能是食到青菜沙拉，有10个学生身体无爽快哦，9个人去病院，有2个人住院观察。台中市的食安处随着进行采检，嘛要求饭店的餐厅先关起2天，清洁消毒，避免案情继续扩大。选手伫比赛场过来求表现，希望会当摕到好的成绩。来自全台湾各地的选手最近陆续来到台中，准备参加5月初4全国大专院校的运动会。不过，煞传出有10个选手4月28伫大个饭店早顿食煞，身体无爽快，其中9个人就医，2个人迄暗住院观察。9位的那个就医的那个选手，大概都是头痛啦、发烧啦、上吐下泻的一个症状。目前呢，我们已经有采集了10余检体、环境检体，那目前已经在送验当中。确实是有学生选手是有反映说他们吃的是生菜沙拉，疑似是有问题的。台中市食安处4月29接到通报了后，随前往稽查，初步发现实在表示有氯气，也有冰箱温度记录无校正等等的欠点，遂要求改善，而且嘛要求灶卡暂停供餐2天。食安处表示，根据真侪位就医的选手所讲的，敢若就是食到青的菜，才会身体无爽快。若准确认是食物中毒，就会照违案法以刑事案件移送检方侦办。提出申诉，或者由大会来做专案的一个讨论处理，让这个我们就循程序来做一个处理。每一个学生也可以主张说他的身体怎么样，这个我想呢，还是交由专业来做一个判断。台体大表示，目前有28个选手住伫这间饭店，其中10个人传出身体无爽快，经过治疗了后，拢已经出院，而且正常比赛，也会加强学生的食安管控，而且互因后手的协助。检验结果会伫2礼拜后出来。针对这个事件，饭店暂时无进一步的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有黄霜雨季头一阵的方面，所以今仔下晡开始哦，全台湾各地天气都无介稳定。明仔载搁后日哦，恐惊会熊落大水雨，北部的温差会到10度，观众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气象署嘛指出讲，今年黄霜雨季雨水上高，应该会是伫5月底到6月初哦，会连续落雨。气象专家彭启明人面册抛出一张中国华南有一条1000公里长的4轮列车，提醒大家都要注意，接落来天气是真无稳定。今年的芒种雨季头一个方面，会伫5月初1拜3到位，为拜2下晡开始，落雨的几率就会加悬。5月初1、初2天气是上介无稳定，全台湾拢较有低温时的强降雨。在金门、马祖，还有中午过后，可能宜兰在比较靠近东北角的台北市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周3、周4会是锋面影响最大的时候，西半部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宜兰花莲我们也不排除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出现。气象署预估，今年5月、6月的芒种雨季，总雨量以正常到偏少的几率较大，气温是正常到偏温暖，大人开始有机会发展做反性应现象。不过气象署嘛说明，虽然芒种雨季的总雨量无明显增加或者是减少，不过落雨的时间是更较集中，地区低温时强降雨的频率有加悬的趋势。预估5月底才开始出现连续落雨的情形。代表红色这个台湾邻近区域不稳定，比较容易降雨的这个情况，一直要等到5月底，甚至于到6月初，它才逐渐转正。换句话说，才逐渐变为有利于比较连续性降雨的环境。
因为最近这几年几啊届发生熊熊上大雨，地势溪水涨起来，伫水尾未负走险的民众抓去水流去的情形。气象署的山区上大雨溪水溢流的警示信息，嘛正式上线服务。全台湾11个县市有24条溪有预警系统，若发现有各样，伫水尾的民众都会当提早收到警示。预警的时间平均有到53分钟。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鲍坤基带团去中国访问，回国嘛强调讲，中国有真大的诚意，对两岸关系帮助是真大。也毋过哦，还无到一天，中国海警今仔就公布一段因伫金门海峡执法的影片，佮宣布讲金门海峡无禁限制水域，未来哦会常态化来进行巡查。咱的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两岸关系毋通亲像春天后母面，两岸应该做伙拍拼，莫造成人民的惊吓。你阵的行动已经严重威胁我的航行安全，且违反航行，无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准承担。中国海警警官用闽南语公布，经过咱国海巡，中国29暗公布，金门海峡已经无禁限制水域。福建海警要伫遮常态化巡查，为民众翕的画面中会当看到，中国海警船拢伫金门禁限制水域，驶伫惠船的边仔。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访问中国了后，家己讲，这桩是真有成果，两岸关系会有所进展。中国拄仔宣布开放福建民众到马祖旅游，才过无到一天，就放出中国海警伫金门4个位海峡执法的影片。当然，两手策略也是绝对不会改变的。所谓两手策略，就是硬的更硬，软的更软。释放善意的话，他们会释放更多善意，但是在这个硬的部分，比如说包括军机包括这个海警这部分。我想大陆也不会停止的。另也批评鲍坤基访问中国团带来的小温小费完全当袂去检验，唔通过老婆背锅，自卖自夸。行政院长陈建仁也表示，那两岸要有所进展，都唔通无稳定。如果要春暖花开就不要阴晴不定。两岸呢一定要共同的努力来使得两岸之间的人民呢都没有恐慌，而且呢能够有更健康有序的这样的一个交流。陈建仁表示，对于中国伫海峡所做的骚扰状况，相关单位拢有所掌握，呼吁中国应该先尽区域议员的责任，使伫整个区域会当稳定，唔通进行骚扰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警政署最近发新的防弹衫，也毋过基层的警察是讲，这批新的防护的效果是真歹，佫会变形。警政署是表示讲，厂商的制作的过程无解真足，所以出问题。这批大概是6000领，目前已经回收1000多领了，有要求厂商爱保固换新的。警方冲进去抓歹人，临检巡逻抓住科技分子，徛伫第一线打击犯罪。都惊熊熊发生事故，身躯的防弹衫是真重要，即马煞逼出证据。网友伫面册发文，真生气批评新的一批公家发的防弹衫品质问题，抗日韩邦轻轻一地，马上凹做2半。我是亲眼在看到承办人，他就在那边折，就发现怎么都折得下来，安全上有问题啊！今天这个东西它是抗弹板，可是照理来说你都可以抗弹的，怎么可能材质上是可以人家用手把它折弯的？失去保护效果，这领防弹衫有穿甲无穿同款，环境的执勤安全引起高度质疑。警政署承认，厂商制作过程工序无完整，煞有问题，目前已经要求保固换新。有部分的抗凹线板很容易因为热压不完整导致它的硬度不够，已经有多数单位都已经换新完成了。那昨天同仁在反映这一块，可能表示应该还是有部分的防弹衣没有发现，那陆续有这个情形出现。这个新旧款防弹衫关键一大差别，就是这抗日韩邦原本的金属材质改做纤维含进步，重量只有150克。警政署强调，抗弹性应通过3A 测试标准。啊，不过这摆买5900多件，回收超过1000件，品质无好的衫，当初验收是毋是放水，是毋是有缺失？警方回应配发进程抽检21件，拢是合格，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村里长的事务补助费今年是对45000块调悬到5万块。伫马道林的内政部长林佑昌最近伫新北市一场活动宣布讲，今年按算要发予里长过半月，大约是75000块的年尾奖金。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讲，目前党的修法咯，伊嘛强调讲，提供村里长较好的待遇，条约拢认同。也毋过地方政府是呼吁讲，内政部应该爱说明经费的来源，唔通对地方的财政造成负担。为要到位的母亲节定义活动，电话阁是24点钟一直咧卡，协助在地居民处理生活大大小小代志。北州里长为早起分到暗时，按过每个月无薪水，只有事务补助费，今年才费4万块起到5万，按过。要下进的内政部长林佑昌最近伫新北市参加活动时阵宣布，规划加发予里长年终1.5个月，差不多7万5。消息马上伫各大里长群组传开。比如说，我们带你们去自强活动，中午餐你没有3000块吃不起来，能够多给我们一些帮忙，我想很多里长都会觉得双手赞成。里长乐观其成。认为对本来经费真少的里建设有点仔补助，内政部指出，林佑昌讲的是修法方向，已经有补助条例修正草案上这个礼拜四行政议会来讨论。为我们的村里长提供更好的照顾呢，一向是我们朝野共同的这个期待，所以我们内政部呢也整合了各界的意见现在在进行相关的规范的这个修法当中。陈建仁正是修法进行当中，表示希望提供村里长有更较好的照顾，因为民众提供更较好的服务。不过根据计算，目前全台22县市有6608个村里长，每一个加发7万5年终慰问金，每年需要增加4亿9560万的支出。因为目前里长事务补助费是由地方政府执行，那加发金额，地方政府烦恼经费为倒来呢？新北市目前有132位里长来计算，那可能会增加到7710万元的一个预算。如果这笔费用那由地方政府来支应，那可能会对地方造成财政的一个负担。新北市民政局指出，乐见中央体谅基层里长的辛劳，不过也希望内政部应具体说明规划时间甲财源，甲地方政府充分讨论了后，才推行相关的政策。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5月7日是劳动节咯，会有将近3000个劳工上街头。新执政团队5日抗要上任，今仔早起有10多个劳工甲妇女团体先提出因的诉求，伊望讲新任的劳动部长会当来听到因的心声。每一年5一劳动节，劳团拢会去街路争取更较侪劳动权益，亲像劳动节休假，敢会当放令予军公教等等的族群做伙休假，要持续引起讨论。伫为招劳团甲妇女团体，工控指控特别就任的新总统甲新内阁提出劳动政策的期待。职业别、行业别的性别那个薪资的差异这一部分都要公告都要立法，才可以做到台湾性别薪资的那个待遇能够公平化许多的5薪家庭照顾假都是女性在请，跟男性的薪资差距，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一般劳工应该要比照公务人员。家庭照顾假也一样要有薪，认为应该要将7天提升到14天。那希望性别薪水平等，劳团嘛希望会当增加有薪水的家庭照顾假，也佮予育婴假佮较有春秋，新增加1日或者是1点钟来算的亲职假，这当保障劳工兼顾工课佮照顾囡仔。那最近这几年真发展的外送产业等等非典型的劳工，嘛希望劳动权益会当得到保障。我们目前仅有相关的指引以及部分县市的自治条例，可以针对台湾的外送环境或者是非电劳动的环境，可以做更有效、直接、更全面的一些中央的法制化的保障。在108的课纲里面有19项重要的议题，但是竟然没有劳动教育、尊严劳动这一块，应该让所有的一个学生在求学的一个阶段，他就会了解劳动教育的一个重要性立委范云指出，这几项诉求有真侪拢是准总统赖清德进前提出的政见甲承诺。民间团体提出性别薪水透明化、工课家庭平衡、医护劳权、非典型工作者的劳权，也有劳动教育等等5大改革的诉求，希望新总统、新内阁会当回应劳工的期待，来解决难题。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有人力银行公布一份调查指出讲上班族有超过70%认为讲想要加薪是真困难，嘛希望讲新政府会当来解决加薪的问题。看到家己的甲金婆怨叹讲要欠钱有影是真恶。伊是24岁伫私立病院做放射师的林小姐，月计平均有加5万块。虽然薪水看落比普通的上班族较悬，不过伫目前的健保制度，加薪水的空间无济，敢来当利用休困的时间，找一寡临时工来增加收入。轮3班其实真的蛮辛苦的，然后而且我们也是国考的科系，但是出来之后却就是顶就是那样。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显示，上班族面临工课场的压力，主要是因为加薪水困难，有71.1%，起薪价是56.2%，工时上长的是37.7%，也有成千万甲工作机会少。希望新政府会当解决长期薪水无起、厝价贵、物价贵，也有电钱等等5大问题。尽管基本工资已经连续8年调涨，而且政府也已经通过了最低工资法，将来每一年都要调涨，根据物价的部分来调涨薪资。但是通膨 CPI 的数字持续的居高不下，也因此把上班族的实质薪资给吃掉了。求职网站的调查嘛发现讲，即马智慧型的手机啊普及化，加上通讯软体真利便，有70%的劳工差不多拢是24点钟开机待命。有15.5%每礼拜加班5天以上，而且有超过82%的劳工，伫过去1年捌有加班却无加班费的情形。那以官方经常性薪水46017块来算，做白工的人等于是减领11.6%的月给。智慧型手机，结合了这个通讯软体，导致这个上司在员工可能下班或者是休假时，仍然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智慧型手机来要求员工来这个处理公务，最后会引发恶性循环。杨宗斌表示，有的劳工其实是伫个工时认定的铺设地带，代表有的头家人一方面想要透过转开的方式来掌控员工出勤的情形，另外一方面佫考虑人事成本，无愿意加付加班费，所以要求当人都要负责，致使劳工的权益受损，甚至因为休困了无够，引起过劳的记录。记者综合报道。民众有这部怀疑是当来裁定用保单来强制执行，过去当半类似的判决都有9000外件。今仔有立委是呼吁讲，应该按修法来排除保单，来保障受益人的权益。金管会是表示讲因会来研究排除健康险这类的保单。过去因为创业失败欠真侪钱，真正民众出现伫记者会指出，因为欠债，若互法院强制执行扣薪害钱，即马身体也出状况，真无简单，毋望着保险理赔金，却因为欠债互扣押。所投保的都是医疗险、防癌险跟长照险，然后从去年开始，这保单全部都被扣押，12万的保险理赔金，那也被扣押了。根据统计，过年1年半来，因为欠债，互法院裁定保单作为强制执行标的，大约有约9000件。有立委指出，以健康险为例，通常只有1点点的保价金。虽然借款人会当摕到增加的解约金，煞造成当事人失去重要保险的权益，并且无符合强制执行中的比例原则。强制执行保单之前呢，是否先进行一个调解的一个程序啦？看看要保人的一个意愿如何，是否有清偿之意愿，不要让受益人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被强制解约。我们可能要去区分它的险种，要保人跟受益人是不同人的时候，应该让受益人有表达意见的权利，所以希望能够增列一个受益人的介入权。立委认为，类似这种欠债造成保单妨解约的乱象，袂当继续落去，要透过保险法修正草案，确立受益人介入权，和保险受益人会当适时阻止保单妨强制解约。保险公司呢，从今年7月1号之后，要针对这个主约如果被强制执行，那么这个附约的部分要有一个附约延续条款。对于真正民众的心声，金管会表示，未来会伫受益人介入权排除部分的险种，确保保单受益人权益。司法院回应，若民众对解约命令也会当惊司法救济提出异议。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台北市哦，第109学年度开始，凌晨全国第5间公立的高职开特教的专业技能班，伫内湖高高岗哦开的微电脑修复课，会当实际来操作。高三一礼拜个安排去公司实习3天哦。学生囡仔是拢讲学到真侪，老师嘛看到囡仔的成长。两三个人一组做伙锁电脑板、接线、测试。来由高岗的微电脑修复课3年的学生，按照标准作业流程，甲绿色环保荧幕倒好势。测试的话，我会觉得比较困难，是因为我们要在整个去检查一次，去 check 说是哪边的线有问题。学生会当动作这么紧，佮上手，其实是因为3年开始，每礼拜3天到业界实习的成果。把这些工作的部分给拆开，让他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他能够专注的部分去瞄准我们所需要的那些流程去做。微电脑修复课是内湖高岗和台北市教育局为特教学生开的专业技能班。导师讲，前2年是以操作性的课程，找出学生会当学嘛有成就感的内容。全班13位学生，超过一半有摕到丙级的证照，加上到业界实习，3年来会当看到学生是进步真侪。态度、表现，尤其我们班有几个自闭症的同学，其实他们是没有什么口语能力的，对，那他可能会写程式，然后会做一些电子相关的产品。那我觉得在过程中，他们也学习怎么和同学沟通互动。特教专业技能班虽然是以就业为主要的方向，不过导师讲，也是有一半学生想要继续读册。目前已经有2个学生录取课台，无论安怎，看到这个囡仔为踏入学习的无自信，无啥想要学习，到即摆的转变，伊是感觉真安慰。记者台北报道。来看环境部长预告 PM2.5的年平均值，现在标准是每立方公尺15微克，要改做袂当超过12微克。这个标准是全东亚上严格，按算119年要开始实施。地球公民基金会是真肯定哦，也毋过建议讲应该限制袂当超过10微克。各有款团是主张9微克，嘛要求讲爱定出年平均值。过来4年检讨100空品标准，环境部最近有个草案，其中各界上关注的空污有了 PM2.5，年平均达要为每立方公尺15微克，加减到12。另外，空污有了臭氧、二氧化硫等各项污染物，嘛要加减。就是全亚洲最严格的，比日本、韩国都还要严格，分阶段来逐步加严。我们接下来如果12能够达标，那么未来会再继续加严。地球公民基金会肯定加减的方向，不过认为12年以来 PM2.5的标准才降低3微克，实在是上少。嘛指出 PM2.5的平均值有关维持35微克无变，低空污的规则无法度真正回应民众的需求。WHO 其实在2005年，它已经修到25微克，那会跟人民平常生活的防范有关。就是当你看到普通，或当你看到良好的时候，其实你会相应做出的户外行动会是不一样的。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也认为，降到12微克未当保障人民的健康，认为应该加减到世界卫生组织加美国环保署的标准，嘛就是5到9微克。另外，也批评采用8点钟的标准无修正。不敢碰每8个小时的臭氧平均值，臭氧我们台湾是还在超标失控，对脆弱敏感族群的小孩子跟老人是非常危险的。环境部表示，2030年达到12微克的目标，是评估各大减污染加海上境外污染状况。草案有各阶段收集各界意见，会搁做调整。这摆草案嘛修正爱管市内所有车站符合标准，才会当设立入空污防制区，毋是像以早采用所有车站平均值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以色列伫加沙的军事行动，嘛引起美国大海示威，搁继续在炭烧。目前已经有超过20间学校、几啊百个学生囡仔被抓起来。伫哥伦比亚大学，因为谈判破局，学生搁继续在抗议。校方甚至讲要甲示威学生停学处分。伫乔治亚州的艾默瑞大学，警方搁用电击枪，搁有手捏枪支来对付抗议的学生。有大学教授就讲甲校方无敢若战场的。警方将示威学生带倒伫涂骹，双手绑伫背后。示威学生大概是情绪激动，大声话放你走，
乔治亚州的艾莫瑞大学当地警方用电击枪、像你枪支甲呼叫球弹，伫短短几分钟内逮捕20多人，有大学教授形容，场面就亲像战场。 This is insane. I just saw police use unnecessary violence for peaceful protesters. I saw police knock students to the ground. Clearly, you see a bunch of arrests going on. 虽然多数被逮捕的人拢伫2天内被放出来，也毋过有人对因的内心造成创伤。以色列伫加沙的军事行动继续引起美国大学校园的示威，伫全美国16个州超过20间校园，有达到数百名示威者轰掠。 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警员甲穿装备的州警，拜以进入校园清理示威者搭建的布棚，佮逮捕数十人。旧金山州立大学也有数百人示威，未少校友拢站出来呼吁大家团结。 And I think the more people power there is, the more of a voice and change can happen. So when I found out about this protest, especially being SF State alumni, I knew I had to come out here. 哥伦比亚大学29早起发批予学生，要求示威学生伫迄天的下昼2点钟前清场，佮签署承认参与示威。若无伫2点钟前离开，可能面临停学处分。也毋过学生组织表示，伫学校满足因的要求进前未离开。 We will not be moved by these intimidation tactics. You can see outside you now that the students are mobilized. There's hundreds of them here today. They will not be moved. We demand divestment. We will not be moved unless by force. 抗议学生向哥伦比亚大学提出3大要求，包括撤出以色列大学财务透明化。 甲无处罚参与抗议的师生，也毋过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表示未答应这要求，也毋过提议投资加沙的健康甲教育，佮答应予学校的直接投资更较透明。公司新闻台为您报道。 来看香港有一个跨性别人士谢和林，已经过7档的拍拼，昨摕到性别标识是查甫的香港身份证，因为香港是规定讲必须要有性别器官。 彻底来完成变性的手术，身份证才会当来改性别咯。所以当初就提出诉讼，去年法院是判讲，这款规定是违反宪法。经过1档的修法咯，伊总算摕到新的身份证咯。 到湾仔入境事务大楼领新的身份证的谢和林，方看顶面的性别栏已经为女性 F 改做男性 M。即卖伊会当自在进入运动场馆使用更衣室，免互执旗、歧视还是各样监控。实际上，这是伊去年机会伫终审法院胜诉时，就想要做的代志。The numerous day-to-day humiliation and problems rendered by having a wrong ID are finally effectively resolved. 终审法院去年2月裁定，入境处要求性别证书要完成完整性别重置手术，才会当改身份证性别的正确规限。谢和林就安尼会当换发身份证，也毋过入境处几下摆表示暂缓执行，伊会伫合理的时间内完成检视，即卖正式恢复。 等待超过1年，继续行法律路线，对抗真大的司法体系时，也爱面对社会对伊投下的压力。总算入境处今年4月初修订相关条文，才有今仔日。What is normal for many people has finally become normal for us. 早伫2017年，谢和林就因为跨性别者的权益，向香港政府提出抗议，爱官方司法审查，也就是对于行政部门的决定判定敢是合法。根据迄当时的规定，想要改身份证的性别，爱切除关口生殖器，也是建构异性生殖器。依条件规定中的完成全套变性手术的标准，伫1审甲2审失败了后，继续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去年的判决中，法官认为谢和林早已经自认是男性。 也透过以下甲外科手术治疗处理男性身体特征，无需要完成完整变性，也会当融入社会，享有健全身体状态。伊作为香港跨性别平权协会主席，担任开路先锋。这遭司法定事件7年，即马处理新的身份证，也代表甲伊同款的跨性别人士刷落来路会较好行成事。另外，家己做着入境处的拖延，伊同款会采取行动，爱政府负起法律责任。公司新闻5月内容。 再来看苏格兰首相大臣尤沙夫29星时，尤沙夫是因为伫气候政策的争议牺牲本地合作的小党，造成议会必须爱进行无信任的投票。尤沙夫无法度得到支持，所以最后决定辞职。
顶礼拜因为气候政策问题，领调甲绿党的联合执政协议，苏格兰首席大臣尤沙夫伫引起一礼拜乱局了后，自告宣布请辞。Unfortunately, in ending the Butte House Agreement in the manner that I did, I clearly underestimated the level of hurt and upset that caused Green colleagues. For a minority government to be able to govern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trust when working with the opposition is clearly fundamental. 原本苏格兰议会这礼拜要进行无信任投票，尤沙夫确认无法度过关了后，宣布辞去苏格兰民族党党魁甲首席大臣职务。39岁尤沙夫去年3月底才为史特金手头接党魁甲首席大臣，暗过史特金先函贪腐见交代，重创苏格兰民族党。和尤沙夫上任了后，爱兼顾联合政府的进步派甲党内保守派意见。苏格兰民族党已经执政17年，暗过根据这个月进前的民调显示，若举行国会选举，工党支持率超过苏格兰民族党，40年来第一摆。Absolutely delighted to set Scotland back years. Not surprised actually, quite honestly. So we'll see who else comes in, but I don't vote SNP anyway. 苏格兰议会爱伫28天内选出新的首席大臣。苏格兰民族党前党魁史文尼甲过去尤沙夫竞选对手福布斯，拢被看作是可能接班的人选。那到时阵，苏格兰民族党依然无法度推出一个赢得到议会支持的新党魁，议会就要面临解散改选。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过来消息来看，宜兰县壮围乡的总滨路4段，今仔透早有一台载钢铁的货车驾驶可能是精神真歹，启动着分隔岛，车佮导火。加上这个驾驶只是轻伤，道路嘛已经恢复通车了。台湾更见拖车通过路口了后，直接让分隔岛未照路灯弄倒，车佮导火烧起来，好在马上拍花，驾驶只受轻伤送去急救。因为拖车油流过涂骹，路环机关赶紧派人到现场用技术铺输油，避免后续有车过去。这透早发生在台二线总滨路车祸，北方路甲宁大线双向通行。拖到我这边了，拖到遐去。根据警方调查，拖车司机40岁姓林查甫人，疑似精神无好，才弄分隔岛，无照后驶车，目前在病院治疗当中。行驶到这个事故地点的时候，已经这个精神不济。撞上这个分隔岛并撞倒这个分隔岛上的那个电线杆。警方提醒赛车进前要养足精神，搁注意车前的动态，细致驾驶，确保别人甲家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县今年6月要举办国校甲幼儿园教师的争取，要聘109个国校的老师，10个幼儿园的老师计共是有119个欠业，是最近10年来上侪一届。教育处是表示讲，因为这几档退休的老师是真侪，佮有老师甲学生的比例限制，真侪老师拢调去都市驾车咯，所以望讲教课了后互各师资会当较稳定。伫云林顶兰国小做代理老师的郭慧心，去年参加云林国小教师精选考试，差1点仔就上榜。这边希望6月真是会当顺利考调正式老师。我基本上我还是会报。那就是当然，名额越多，就代表越有机会可以上岸。那我们当然是能够有机会，就尽量试试看。云林县府教育处表示讲，虽然全国教师这个问题严重，各县市学校拢有减班，教师超额这个问题，不过各级的学校已经控管教师的总数几若档，因为这几档有侪国小老师申请退休，希望会当把这个额保护到。这个国小代课比例的这个部分还是偏高哦。另外再加上今年度，那我们这个正式教师的退休也有增加的现象哦。那所以我们经过盘点之后，为了要稳定师资哦，降低代课的这个比例，机会确实有比较多，所以还是要分配。因为第3年考第3次、第4次，所以自己还是要分配一下，就是准备的时间。教育处表示讲，经过清点，这边云林县的真实国小老师考109个，幼儿园考10个，拢总119个老师，已经是10档内名额上届这一档。目前已经有超过800人报名，希望经过精选稳定师资，避免影响学生的受教权。记者云林报道。
再来看中友百货集团玻璃农庄的开发案争议哦，最近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公开会议的时，有里长带民众去抗议，因是指出讲开会无依照环评法通知附近其他里的里民来参加哦，这已经违法。也毋过玻璃农庄是强调讲一切拢合法，进前哦嘛已经有申办说明会。会议出有其事，企业毫无诚意，企业毫无诚意。民众揪白布条大声抗议，中友百货集团玻璃农庄计划伫咧南投玻璃町广城里开发面积113公顷的里山生活度假村。27号暗时召开环境影响评估公开会议，现场火药味十足。是希望最主要的大家意识互相尊重，公司已经。一审里长质疑环评公开会议无依环评法实行细节通知附近其他的里，属于违法，会议无效，要求主办方宣告散会。但是也有民众认为应该互农庄的负责人说明清楚。你而家恢复袂使搁行其他流程。对啦，咱之前都讲好。无，迄就是以会议主席。我今日以中立来讲，你要讲。规套煞，你袂使安尼一讲，你就不爱去讲。玻璃农庄强调，度假村全境拢是伫咧广城里。13号已经举办过说明会，这届环评公开会议行政定时完全符合规定。环境评估这个部分是在行政程序上面都是合乎规定的。其实这个基本上只要再针对广城里这边去做说明就好了。所以其实减负了所有的资料，那我们这2天会询问给环保局，所以其实算是会议有完成的状况。现场抗议的民众认为开发案影响到周边环境，当然要通知附近的里民。但是玻璃农庄讲，环评公开会议已经完成，会减负所有的会议资料给县府，双方是无共识。记者南投报道。清华大学年初甲高雄市政府签订备忘录，要设高雄分部开半导体相关的设施博士班哦。最近传出讲哦，分部要设伫正营国中旧的校地。也毋过，这块地哦，去年市政府已经向内政部申请变更做公园用地咯。有民间团体是真烦恼，讲会影响到绿地。也毋过，高雄市政府是表示讲，未来的校园哦，会维持一定比例的绿地，互民众买当来使用。民众带狗仔散步，一大片绿地本体是高雄左营国中的旧校地，未来有可能成做清华大学部分校地，是因为清大今年初和市政府签订设分部 MOU， 要开办半导体等相关的设施博士班。不过，同一个地点，市政府伫去年向内政部申请变更做公园用地，一寡人民团体就伫咧烦恼，该本教用地的地属绿地减少。都市计划会整个建筑的量体会增加了5.5倍以上。它本来的楼高公园只能够盖可能3层楼，未来可以盖到8层楼，它的绿地会减少1.7公顷。绿地边有一栋旧左营国中的活动中心，还有停车场，占地要到1公顷。民间团体认为，用活动中心去改建或者是重建，已经有到清大设研究所，而且旧左营国中边啊就是连地潭，那去教学大楼，恐惊破坏到观光景观。应该是维持绿地就好了吧，因为跟这里比较搭配啊。如果你今天不培育一些新的下一代，我觉得以后这边的半导体的产业可能会一些没落。民众的看法无同款，因为无论观光或者是半导体产业，对高雄来讲拢是发展的重点。39名的里长全数赞同。环保团体的部分，高雄市绿色协会也表示支持。那另外也有其他的专家学者也纷纷表示赞成。所以，针对莲池潭景观的维护，是否未来也会要求清大保留校地里面的既有的老树以及建物？都发局表示，清大已经答应会保留旧左营国中现有的老树，还有活动中心等建筑物。未来要求学校采用低密度以及着公园化共用设计，以持一定比例永久性用地，加做绿地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因为地动真多，民众嘛真关心旧厝的安全。高雄市是有超过60万户30栋以上的旧厝，算是全国第3多哦。也毋过目前申请围绕中间的案件较少。高雄市干部局是表示讲，围绕中间的服务站哦，未来会增加到50站。
高雄三德路边，这地用铁板围掉的土地，原本的大楼全拆掉，这是申请围楼重建成功案例。因为最近定地动，大家更加重视楼厝安全。根据统计，目前高雄市厝龄超过30年的楼厝已经有60万户，比例超过50%。虽望政府推出围楼重建政策，提出申请的住户就讲，若是大楼要申请围楼重建是较困难。围楼呢，爱100%同意，100%同意缺一不可。伫咧整合当中无该好整合，家己厝嘛希望咱去得到较好的改善嘛。因为毕竟住30-40年，迄厝嘛是会惊讲，虽然毋是围楼问题嘛，旧楼嘛惊会出问题。其实，伫凤山区这栋13层大楼是围楼透天厝改建做大楼，也是凤山第一件成功案例。不过，目前高雄市围楼重建案核准的干那308件，是六都尾仔算来第2名。都市经审协会理事长表示讲，推动围楼重建，除了民众爱有资金，若是甲隔壁的厝有相连，拆掉嘛可能会产生纠纷。目前高雄大多数拢是透天厝提出申请。咱就是3个困难点要处理吼，就是第一个钱的部分要安怎甲民众协助因贷款；第二技术性的部分要安怎来补足，互民众知影讲要安怎家己起新厝；第三共同地的部分要安怎避免着厝边头尾的纠纷。针对围楼推动，目前中央上悬会当补助到13万。理事长表示讲，围楼重建爱100%的住户同意，确实较困难。市府港务局未来增加围楼重建辅导站，按算增加到50站，互民众会当有楼厝的危机意识。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来看台南市麻豆的文兴店，昨下晡飞来几啊万只的蜂，拢停伫关圣帝君的神像顶头，大概10分钟后，搁再飞走哦，互信众是真好奇。农业局是表示讲哦，目前是蜂在生活的季节，一大群蜂哦是对蜂王在找新的收，民众唔免伤紧张。超过万只的蜂仔雄雄飞入去麻豆文兴殿的正殿，搁伫咧关圣帝君的神像头前飞，甚至搁有几只蜂仔伫咧香炉内留下白过的字，互民众看了拢感觉真神奇。新竹，你到今嘛都冇看过这侪吗？唔系，啊蜜蜂家嘛拢无，在那个庙里面，一直牵，然后飞出去。民众有家己的看法，建庙已经210栋的麻豆文兴殿，第一次拄到这款的景象。为中门遐一直入来，然后伫这个殿内，伫这大厅的殿内遮开始伫遮盘旋。啊，这是算讲阮建庙300几栋来吼，毋捌发生的代志啊。蜂仔是伫咧大殿设能量大约10分钟，刷落来又搁一大群对正门飞出去，过程当中嘛拢无共人定。对此，台南市农业局是表示，这是正常的蜂仔迁移。老的蜂王吼带一阵，较臃肿的迄种蜂吼分收出去。啊，起家厝留有即个新的蜂吼，啊，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吼。伊啊，迄个所在适合是12个人了，做收，啊，无适合伊就走出。这个月中，台南市中心的樱花宫嘛有真侪蜂仔飞到庙头前的广场顶面，故意就聚集伫咧庙前的高瓦顶顶面。庙方讲，逐年拢是这个时阵出现，其实这就是伫春了后蜂仔繁殖，春夏间蜂仔分收。而农业局嘛呼吁，蜂仔找新厝的过程当中，若是民众拄到，唔免真惊吓，或者是去甲蜂仔人，都免烦恼会去用定。记者郑云台报道。主计总处指出，讲2021年底，咱国内家庭财富平均是1638万哦，中位数是894万，也毋过大概7成1的家庭是无到平均数。上头前的前2成哦，拢有超过5000万的财产，上后壁2成家庭哦，只有77万，平均的财产哦，差要67倍。伫大日头下骹，将一粒烘好的番薯，照大细放好，搁称重装袋啊。伊是55岁大亲妈妈朱女士，因为爱洗厝，还阁有2个囡仔爱饲，7年前伫社福团体协助之下，找到出路。毋过真侪时阵，为早起徛到暗时，煞趁无1000块，生活是真难。因为现在的利润不到一半，下雨天也不能卖，然后天气热，你看像天气这么热，没生意啊。
继30年，这个总处阁公布家庭财富分配，2021年底家庭财富平均1638万，中位数894万，差到71%家庭比平均数较低。家庭财富今年系数是0.606，比澳洲、英国、日本、法国等国较低。前10%家庭平均财富5133万，后10%家庭平均财富只有77万，因讲是差距高达66.9倍。吉尼系数越低越好，或者是从我们第5等分位的占比跟第1等分位的占比，种种的 indicator 就是指标，我们看起来我们的相对程度都是高于世界上有发布这项统计的各国的。就是说2021年在疫情期间其实这个远距商机呢拉抬了，比如说像我们电子零组件的出口啦，自动性产品的制造跟出口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内需型的服务业呢，跟其他的传统的产业呢，其实呢都是表现非常的不理想，所以这个就是反映在相关从业人员他们的所得差距的一个扩大。主计总处表示，这摆后10%家庭财富平均只有77万，主要是和负债户家庭抵消掉，也就是受股价大浪、消费信心受负面影响。那假是用倍数来算，除了德国无法度算，日本无公布以外，澳洲是93.1，英国109.5，南韩740.1，法国高达627.4，台湾66.9，贫富差距无排除有关会继续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军正向9号大楼去年启用国防医学院今仔日来展示训练的环境有真侪高科技、高 AI、人工智慧的应用，咱做伙来看卖。模拟风台天溪水柜动起来，有民众受伤，国军救护人员赶去现场做减伤的分类，甲患者挂详细分类的手环，现场结合360度的投影，配合声音、灯光、雨雾。还有涂骹的震动，来打造未输灾难的场景。脚踝骨折了，变形。患者脱离灾难的现场，根据因的详细，救护人员发挥救护的机能，动作是真熟手，已经加做因金牌记忆。针对重伤的患者是做紧急的指挥，包空喙也有固定，也若轻伤的患者较会紧张，是提供心理的支持。国军正向救护大楼去年12月正式启用，提供战术正伤、灾难事故救护的训练。战场的第一现场，除了做敌火的压制，伤兵的一个自救互救之外，会将伤患脱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伤患收集点，再做一个初步的处置。处置完之后，才会送到我们所谓的后送载具去做后送到所谓的医疗院所。感测装置包含它的头盔也有，然后。甲过去注重紧急救护的技术无同款，国军最近这几年积极发展战术正伤救护的训练，参考罗西亚、乌克兰战争以巴冲突的情形，凸显战场有效率的救治，也有提悬准外率的重要性。官兵挂 VR 的装置，全副武装投入沙坡作战的情景，演练在敌火情形之下救护。这套情景的训练会当模拟海堡、城镇、限制空间3大作战环境，考验官兵临场反应的能力。模拟乌氧直升机起落，普罗佩亚咧砰的声，透过模拟载具来使，出现各种的情景，增加救护人员紧张的感觉，来强化对抗压力心理的素质。呼吸、心跳频率都会呈现在平板上面。训练的过程用高阶的机能，照训练的情形设定心跳、喘气、出回位置等等，而且联动白板电脑，互教官拍成绩，嘛运用 AI 的技术，就是分析学员训练的效果，针对较弱的项目做改善。在荧幕里面，其实它会真实的呈现出有相关的爆裂物。那他们身上训员的身上也会穿戴所谓的电极贴片，所以到时候在有攻击的行为，你没有躲在适当的掩体的状况之下，你就会遭受微幅的电极量的电击，让学员知道说，这是一个不是单纯一个 game 的游戏这样子。维护中心表示，除了加强国军正伤救护的训练，嘛甲政府机关、民间机构来合作，增加民众正伤救护的知识，落实病症转换，强化全面的国防。记者综合报道。学校的人会当去无同的工课场来体验，效果是拢袂歹。今年教育部佮地方政府佮原民会合作，要提供愈侪机会，互学生囡仔会当去实习。
未少学生休热会去实习，也是做线工仔摊瓜收费，也累积工作经验。教育部青年发展署为2006年开始，就有青年休热这场体检，也是公部门、私人企业、NGO 的建设计划。亲像这两个学生分别是读建筑系、社法系。去年因参与青年署的计划，休热到社区再生 NGO 实习，是这应用大学学到的知识。第一个主要就是可以拥有实务的工作经验。好，再来呢，我们也可以拓展社区营造人脉，并且了解地方产业还有社区发展。所以综合以上3点，最重要的，我们更了解我们未来职场体验的方向。最赶快！过去中央地方的学生这场体检计划，拢是分开宣传。今年教育部青年发展署串联地方政府加原民会，共同举办大学生休热期间这场体检计划的记者会。中央地方斗阵推测，帮增加宣传效果。不管是在中央各部会、我们各县市政府，以及我们的相关部会、我们的原民会等等，我们其实都有提供非常多的一个机会给我们青年朋友。那重点就是在于说，这样的一个机会到底在哪里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透过今天的记者会，也希望这些讯息让大家可以知道。青年发展署表示，这摆休热期间的青年这场体检，中央地方拢总有30个个计划，计将6000个公部门、私人企业、NGO 的会互青年报名，而且这个机会会提供津贴，也是实习的学分，互准备要出社会的大学生会当伫休热2个月，提早接触到工课场，学到功夫。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台湾大约200多人200多万人有偏头痛的症头，也毋过大部分的民众拢家己食止痛药啊，无去看过医生。有医生就表示讲，有的病人逐个月会痛超过15天变做一种慢性病，这是真恶治疗。边边削削叫，头壳紧丢咧丢咧，互人无法度注心工课。台湾头痛学会指出，台湾有200多万人有偏头痛的症头。台湾少年朋友协会也针对台湾满20岁1012位民众做调查，发现随网90成的受访者认为偏头痛会去影响到生活，毋过所有1/3的人认为这只是身体小可无爽快尔，无需要去互医生看，请假踮厝内休困就好。工作的部分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偏头痛患者，他甚至必须请假在家里休息。那我们其实有根据主计处的薪资调查，其实如果因为偏头痛，然后必须去就医的话，最多1个月大概可以到5天，1年甚至大概可以影响到有6万的薪资。除了请假去影响到收入，统计也显示，大约7成的朋友会去开钱找无同的治疗方式，亲像抓铃，长期累积是真大的开销。神经内科医师讲，临床看到的病例，查某得到偏头痛的比例较悬，年岁大部分是当咧食头路的血素。医生表示，这是一款遗传的体质。查某甲查甫比起来3比1啦，少年人头痛较济，20岁甲50岁咱伫做工课的时阵，这年纪会偏头痛的人会较济哦。爸母有一个人有偏头痛囡仔才有4成的机会有偏头痛。你爸母2个人拢有偏头痛，囡仔才有7成的机会有偏头痛。林志豪医生提醒，若无好好控制，变做逐个月痛超过15天的慢性病，会真恶治疗。伊也呼吁社会大众，目前医疗科技已经有一寡预防治疗的方式。偏头痛若严重影响到生活，就要找神经专科的医生评估，进一步接受治疗。记者刘心武、谢桂林台北报道。因为海洋暖化，全球的珊瑚拢面对大规模白化危机来看，荷兰有一间动物园，就伫大水族箱来保存特别绝种的珊瑚。另外，澳洲的猩猩徛哥嘛，因为气候暖化，族群是减少真侪即嘛有科学家佮志工是望讲来帮助因来适应环境。澳洲正多到过史上上热的热天，高温雨寒带动物徛哥愈来愈歹化。统计显示，过去10年，这岛的徛哥已经少300多只，只剩2成，搁热落去，恐惊真紧就会灭绝。徛哥岛原本就适合人工造就的箱仔部分已经真旧啊，新的箱仔加强控温，搁有通风口甲镶钉玻璃表面，因互箱内温度比徛哥家己做的收，搁加倍度，希望帮助因适应环境变化。互徛哥岛的名声继续维持。
保护溪谷用做秀的箱仔保护濒危珊瑚有诺亚方舟。荷兰博格斯动物园的水族馆最近迎接2宗实验室培育的濒危珊瑚，分别是印度太平洋海域的六角珊瑚、加加德温珊瑚。长水警员真细致将因放伫800万公升的真大水族箱内底。Yeah, this is the first project where we started to keep these corals with a known origin. So as we know exactly where they're coming from, they have the potential to be placed back into the wild on degraded reefs, for example. 珊瑚礁是提供海洋生物大的所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减缓侵蚀的重要生态系统。误会杂识，互真济国家观光旅游业赚正侪钱。不过，地球暖化造成海洋温度连续17个月创新高。世界3大洋的珊瑚大群已经是第4摆大规模白化，阻止暖化改变气候变迁，要更加积极行动。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下晡8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华岛地区上低21度，上悬30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这个孩子一直在做帮助人的工作，这2只手却是被铐上手铐。不教而杀谓之虐，就是师傅看师啊，就是完全爱靠咱的经验。政府刚有看到伊的配套，你的人爱增加，啊无。